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过了真紧，咱伫今仔日已经是8月份的第一主日，愿上帝的带领继续来成做咱的帮衬，因为上帝就亲像老爸同款，来成做咱的扶持，成做咱的照顾。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咱就三角同心来祈祷。特别听阮的主愿，感谢你。伫今仔日，阮要来庆祝爸爸节的感恩礼拜。阮伫祈祷的中间来求主赐福，互每一个爸爸，无论是爸爸还是阿公，拢愿上帝来赐福，互因的身心灵拢勇健，嘛通伫上帝的固守中间来得到上帝的快乐。但愿恳求主，你也成做大大的恩典。互阮今仔日邀请阮的爸爸来到伫礼拜的中间，来成做上大祝福的时阵，也恳求主来继续看顾遮的爸爸，心心灵拢勇健，愿主赐福。但愿将今仔日的礼拜也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快乐。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今仔日是爸爸节，所以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嘛要来感谢每一个爸爸辛苦和付出，互侪囝儿会当因为伫恁的照顾中间来得到上大的热早。所以牧师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甲咱在座每一个做爸爸的，咱用拍扑啊！来甲因说一声，感谢主。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咱拢知影讲，因是一个真优秀的民族。因的优秀，就是盖在伫因会当教导真侪遮的囝儿来成做因伫日常生活的快乐甲帮助。所以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妈妈是负责灵魂，总是爸爸所负责的是头壳，也就是知识。所以囝儿的财物甲学问，拢是对老爸所来。所以伫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内底，就有来提起着，做一个老爸爱教导囝儿，会当有责任感。安尼才是一个合格的犹太人的老爸。什么叫做具体的责任感？就是爱教伊读圣经，爱教伊会晓来理财，教伊会晓游泳，嘛爱帮伊的囝儿来娶某。这4项的要求。咱拢看起着做一个爸爸，爱负起宗教的责任，伫宗教教育的中间，教伊读圣经，爱教伊会晓游泳，也就是伫伊苦难的中间，爱怎样会晓面对着生存这款的问题，嘛教伊会晓做生意，就是教伊怎样理财，搁较要紧的。是爱帮伊娶一个好某，会当伫将来家庭的生活建立合上帝旨意的一个见证。所以做一个爸爸的责任真大。所以伫圣经的内底，咱看起着旧约甲新约，拢互咱看起着一个做老爸的形象，就是真严厉。所以伫旧约圣经内底，咱看起着讲上帝用着老爸的形象去比喻的时阵。常常有看起着毒责，或者是鞭拍这款的教育，所以真侪时阵，咱对老爸的印象拢感觉讲，这是一个真严肃、真严格的一个对象。确实，伫这款的形象中间，嘛往往来形容上帝甲以色列的关系。伫咱台湾人的社会中间，咱拢常常认为讲。歹得出好笋，但是伫犹太人的社会内底无即句话，因为
因的老爸拢是非常的优秀，所以会当教导伊的囝儿，亲像老爸共款。换一句话讲，伫犹太人的家庭内底，父母的款式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见证。所以通过伫今仔日，咱伫遮来庆祝爸爸节，牧师用着20个圣经节来正做咱的分享甲勉励。第一节，拄则咱多谢玉林长老所带咱读的《箴言》23章的22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1节到12节的经文。咱大先先来看旧约《箴言》23章的22节，这节经文真短，嘛看起着一个对父母友好的一个真基本的价值，就是你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伫圣经的中间来甲咱教导讲，爱听趁生你的老爸。伫这个经文的内底，咱看起着讲，伫旧约的圣经，老爸有教育的责任，所以老爸的教育来正做伫犹太人的社会，特别伫旧约的家庭内底，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提醒，就是老爸的教导爱正做囝儿的帮助。伫咱台湾人的社会中间，咱常常拢用一句话来形容老爸教育的要紧。这句话叫做“细汉偷挽匏”，后一句叫做啥？“大汉的偷牵骨”。咱会当看起着讲，教育的要紧，特别老爸教囝儿这款的责任。所以伫旧约的圣经内底，一直咧强调。老爸对囝儿毋是所有权，老爸对囝儿颠倒是有教育的权利。所以伫老爸对囝儿的教导的时阵，囝儿就爱有听来做回应，因为听的这个回应是来要表现对士大人的教育一个真要紧的明白甲认捌。所以伫旧约的圣经内底，听的希伯来文叫做 shama。shama 伫希伯来文的释义内底，伊所翻译出来的就是你爱捌，你爱知影，搁较要紧的是将你听见了解的内容来落实伫你的日常生活的中间。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内底，咱看起着讲老爸的教，你爱去听读，就是讲你爱详细去听。做囝儿的爱去用听来回应士大人对咱的教导，所以伫这款的互动的责任中间，老爸的教导就亲像老师的功能共款。所以伫咱的社会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价值观，就是在家爱敬父母，在校就爱敬先生。这款的观念，就亲像咱常常伫学校内底老师互咱的观念，常常咧提醒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款的价值。所以伫第一段，咱看起着伫箴言内底，甲咱提醒爱听趁老爸的教导。但是咱来看第2段经文，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1节到12节。这是有关保罗来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鼓励、安慰甲劝勉。所以，容文牧师用华语的圣经，特别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来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就看起着讲，保罗甲伊的同工，虽然受到犹太人当时伫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伊的抹黑甲攻击，甚至来阻碍。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的传福音的工作，确实，保罗咧对待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是充满疼心。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对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甲这间教会内底所有的会友，保罗是属灵的老爸。保罗伫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进行的是一个信仰的教导。
这个信仰的教导就是鼓励、安慰、甲劝勉。保罗伫遮来教导兄弟姊妹，爱活出上帝看作是合宜的生活，才会当来得到上帝看作是好的见证。换一句话讲，这款的见证就是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会当有阳光，会当真有上帝的快乐伫因的心中。所以伫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1、19、12节的经文内底，咱看见着保罗甲帖撒罗尼迦的关系虽然毋是建立伫血缘的中间，但是保罗用着教牧的职分来承担做老爸的角色，来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伫属灵的生活会当有顺利的成长。我想通过伫这2节的圣经内底，咱会当看见到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代志，就是老爸伫圣经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职责，就是教育。所以自然讲到教育教导的时阵，老爸的形象就伫无形的中间来塑造一个真权威的一个角色。也因为安尼，咱敬拜咧读旧约，拢感觉讲，这个上帝有够严格，有够歹，三不五时就出手来管教以色列。所以真侪时阵，咱拢真无爱来读旧约，因为咱拢感觉讲旧约的上帝，那亲像真无感情，真安尼熬受气，甚至安尼真无情感。但是，咱从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来去问的时阵，咱爱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来进行管教？我感觉讲，咱咧读旧约的时阵，咱毋通来将上帝看了伤严肃，因为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内底，互咱会当去思考，是为什么上帝要管教以色列百姓？那如果咱认真来看上帝的管教的时阵，其实拢是为着以色列百姓的好，为着以色列百姓无受到罪恶的影响，来无法度有公义甲圣洁。因为上帝的管教是要互这个百姓会当成做上帝看做是好的行子。如果若用着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的时阵，就是上帝的管教是要互上帝的应允会当继续伫以色列的社会中间，伫以色列百姓的性命内底来延续落去。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咱会当再一次去想，虽然天父上帝对以色列有管教，不过上帝的疼一直无来离开。但是若上帝的疼无离开百姓，无离开人的时阵，那安尼咱会当看见着上帝对咱的疼是一个坚持。上帝的疼是一个坚持的时阵，互人去认捌到这个上帝的疼是一个信息不变的疼。所以，当上帝坚持伊的疼，伫人类的历史中间来甲咱，互咱看见着讲，伊就亲像一个老爸，不断咧管教咱，互咱会当活出上帝看作是好的形象的时阵，伫无形的中间，咱就看见着一个上帝的权威来成做咱伫生活中间的一个瓦壳。因为换一句话讲，上帝坚持伊的公义，要来互伊的疼对咱有更较丰富。我感觉讲，这是对着咱来讲，等下到伫圣经内底，咱用上帝来去看一个老爸这款的角色来款待咱的时阵，咱会当有真大的鼓励、安慰、甲劝勉，因为上帝坚持伊的公义。要互伊对咱的疼来更较完全、更较丰富。所以，当来到伫基督教的伦理的内底，真趣味。伫基督教的伦理学内底，特别有一个伦理学的神学家叫做保罗·田利克 （Paul Tillich）。伊伫伊的册有一本册叫做《公义、爱
甲力量的这本铁盒的册内底，伊来讲起着讲，那假使讲伫一个社会无公义的疼，这叫做溺爱；但是若疼无公义，这是无有疼的公义，这叫做残暴。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上帝对着咱来讲，伊有公义，伊有疼。伊伫进行教育甲教导的时阵，要互伊的囝儿会当受教，会当来继续领受上帝的恩典。我想咱通过伫圣经遮个内容的中间，咱安尼对上帝的形象来做一个认捌，来对照伫今仔日咱的题目叫做上帝就亲像老爸的疼，就亲像上帝的疼共款的时阵。咱倒来到伫咱的日常生活思考的时，咱的老爸对着咱来讲，敢毋是就用着公义甲疼来成做咱教育的内容嘛？因为老爸的疼，互咱真清楚知影，伊的坚持是为着咱好。最近有一出电影真出名，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去看。这出电影叫做《狮子王》，有去看请举手。感谢主，大家较无用，但是会当有机会去看卖咧。《狮子王》这出电影伫最近真轰动，因为伫1994年的时阵，咱看去着迪士尼伊用着卡通这款的内容来去讲起着狮子王的故事，但是这出电影无论是1994年的版本，或者是伫2019年的版本，拢会当看起着这出电影的内容来甲咱讲起着一个爸囝的关系。咱看起着这出电影，若有机会大家去看，或者是看过的兄弟姊妹就知，这个辛巴，伊若犯错以后，伊的老爸拢会来甲伊责备。老爸的角色伫这出电影内底，就是要引带互伊的囝儿会当对着老爸的应允甲这个咱讲承诺来行伫应该爱行的道路。所以这只咱讲老狮子王，伊伫这出电影的内底，伊来讲起着一个真，互咱会当去思考的一个铁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老爸什么时阵会感觉惊吓？做一个老爸，伫什么时阵的中间会有惊吓这款的心情？伫这出电影的中间，伊来甲咱讲起着，这只老狮子王。伊面对着有可能囝儿会失去的时阵，伊需要伫日常生活来教导这个辛巴，也就是这个新的狮子王的时阵，伊伫爱之深责之切这款的精神、这款的教育的中间，要互囡仔知影讲犯错会得到责备。所以伫这出电影内底，咱看起着讲一个老爸重视第一个是啥物？也就是伊的囝儿刻意来违背老爸的要求，因为做囝儿的常常拢毋知影讲啊，这个外口的世界是偌尼大、偌尼危险，所以做囝儿的拢真刁工要来挑战做老爸的权威，所以为着反对来反对，至到互伊的老爸来惊吓。嘛，互家己来陷入伫危险的中间。所以，这出电影上界精彩的一幕，就是当这个老狮王要来救这个辛巴，也就是这个新的狮王的时阵，伊为着伊的囝来摔落去山坎的中间，互一群羚羊安尼走过去来勒死。老爸为着囝来牺牲家己的性命，
咱看见着讲，伫即出电影的中间，虽然咱去欣赏伫伊的艺术，伫电影即马的科技，但是伫即中间，嘛，互咱得到一个真要紧的信息，就是咱看见着一个老爸，就亲像上帝共款，伊会疼，为着囝儿愿意完全付出甲牺牲，互咱会当伫即中间来得到保护，得到救赎。伫旧年有一个机会来认捌到一个退休的牧师，这位退休牧师，伊叫做陈义仁牧师。陈义仁牧师是一个真够为万家的一位牧师。阮从细汉是看伊的万家大汉的，因为伊伫教会公报、伫自由时报、伫教会的周报中间，拢会画真侪万家。所以咱大家若伫教会中间，常常拢会听见到一个笑话，叫做“信耶稣得水牛”的这个故事，就是对陈义仁牧师的万家来发生出来的一个内容。陈牧师人真细汉，体格真薄单，但是伊的囝因为基因的病变，所以规身躯这个肌肉拢萎缩，所以无法度有真顺序的行动，全身躯都无法度振动。所以为着这个囝，陈义仁牧师，伊拢毋敢离开厝伤远。所以到后来，为着开会，为着活动，伊就只好将伊的囝爱出门。所以伫每一次，阮伫台南若参加活动的时阵，迄当阵牧师还阁是新学生的时阵，拢会常常看见着即位先輩来爱伊的囝，来到伫新学院参加活动。即个代志来引起着陈牧师所服侍的中会，也就是屏东中会的注意，因为陈牧师过去服侍的教会伫高丘的这个所在，咱拢知影讲，伫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偏僻、一个真遥远、无资源的一个庄卡所在，所以牧师馆无电梯，嘛无无障碍空间。所以咱会当看见着陈牧师一个真薄单的一个护理上，伊爱按伊的囝对2楼落来到伫1楼，然后出去活动，安尼按安尼，即个甲伊的囝儿服务，然后转来到伫牧师馆都按起哩，然后都伫迄中间来照顾。所以伫迄中间，伫2013年，屏东中会所有的教会都来发动一个奉献，为着高丘教会的牧师馆重新来整建，要互即个牧师馆会当有无障碍空间，会当有电梯，互陈牧师会当爱伊的囝，安尼真方便来出入。所以伫即中间，嘛真紧就募到一笔金额来成做高丘教会的帮赞。所以，伫2013年的12月，准备要来做感恩礼拜的时阵，伫迄天的透早，陈牧师的后生因为肌肉萎缩，遇到呼吸困难，伫迄日就来过身。伫要做感恩礼拜的前差不多约6点钟的时间，来受主恩调。伊安尼爱伊的囝出入内外，爱超过20年的时间。咱看见着一个做老爸对着囝儿的疼，毋是用嘴讲。咱看见着一个做老爸的疼，伊坚持为着咱做囝儿的好的时阵，是将伊的疼心来用行动来表明，疼是一个无离开、无气杀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因为安尼，伊的囝儿过身了后，
高牧师、陈牧师嘛退休，陈牧师退休了后，换牧师娘来得到癌症。但是，伊做一个丈夫，犹原伫疼的中间来守护甲陪伴伊的亲人。所以，伫教会最近有出一本册，这本册内底的水彩画，嘛是陈义仁牧师所画的这个内容。这本册叫做《轻描淡写马街巡礼的笔记书》。有的人可能看到这个图，感觉无啥。但是牧师要甲咱大家做伙分享的，就是对着陈牧师伊的文字来讲，伊会当伫这个图的内底来看见着基督的见证。所以当教会有机会安尼甲邀请，伊嘛欢喜伫这中间帮咱教会画12幅图来伫这本册内底，互侪来到伫淡水的人认捌着马街才会古迹的时阵。侪人看见着陈牧师的图，看了真感动，因为因拢常常看见着这个图的内底有基督的疼，来互因感觉到温暖，感觉到见证。所以牧师嘛鼓励咱，若有机会会当来参考这本册，因为这本册到后来所得到的收入，拢会拨2/10，互陈牧师伫伊的生活中间来成做伊的帮助。各位兄弟姊妹，咱伫爸爸节要庆祝、要感谢咱的士大人的时阵，我真希望讲，咱要重新去思考咱甲老爸的关系，特别嘛来思考咱甲咱的兄弟姊妹一个真要紧的连接，因为透过老爸的疼，会当互咱看见着上帝对咱，就亲像疼囝儿共款。用着教导，用着教育来引带咱行伫上帝要爱咱行的道路。所以老爸的疼是一个坚持，这个疼是要互咱会当伫这个疼的内底得到永远无煞的这个见证。这个疼嘛是一个教育，互咱会当对老爸的疼来看见着无私的奉献。这个疼是一个信仰，会当互咱看见着一个愿望临到伫咱的生命内底。我的老爸到伫呾，要求去到伫外口咧打工。伊伫打工的中间，伊感觉讲，伊伫即个内底会当有淡薄的所费。淡薄的收入，毋免互囝儿烦恼，会当伫伊的生活内底常常来保持伊欢喜的态度。对我老爸的身上，我看见着伊的辛苦，因为伊无要互伊的囝儿烦恼，嘛无要互伊的囝儿为着伊来常常有敌意。所以咱看见着一个老爸。伊的疼是要来成做囝儿的帮衬，成做囝儿的成就。伫前一站有机会来甲一寡兄弟姊妹咧分享的时阵，其实让我想起着，伫较早我拢会感觉讲，家己的士大人是一个互咱感觉真见笑的代志。因为这个见笑就感觉讲奇怪，别人的爸爸妈妈都袂甲咱管遮济，台湾爸爸妈妈甲我管遮济。所以出去的时阵，拢安尼，大家伫比较的中间，拢会感觉讲有够歹势。太士大人都会敲电话去别人的厝问讲，阮囝伫恁兜有安那无？但是到大汉了后，才会当去明白做士大人的辛苦。到大汉了后，我嘛以着我的士大人做骄傲，因为伊所流的每一滴汗，所流的每一滴血，拢是为着阮遮囝儿咧拍拼。所以我嘛要甲我的爸爸，嘛甲在座所有的爸爸讲，恁辛苦，愿主来祝福，嘛祝福每一个爸爸，父亲节快乐，大家来祈祷。